天生重瞳，帝王之下，我北凉王府诞生了一个真正的麒麟子啊！好，好啊！行，我能察觉到，陛下也能察觉到。大旋风，退旋风，二旋风，旋天旋风。爹，你干什么？平安，生儿拥有皇帝命格，却出生在了北凉王府。这要是被某个江湖术士看到，传到朝廷去，引起陛下的忌惮，那他活不到籍贯，就会惨遭毒手啊！什么？平安，别怪老爷心狠。从今天起啊，你便是外人眼中的哑巴、瘸子、聋子、傻子。只有到了18年后的50，封印解除，才会成为真正的半步陆地神仙，不为皇室，独步天下。二外公陪我玩，听话，自己玩。妈！偷到了！你这孩子，你来追我呀，追我呀！外公老了，你呀，找你2个姐姐一块去玩吧。抓紧完了！年岁1岁，双目归明，摘下吧。外公、娘、阿姐，我能看见了。好，18年了，平安虽然不哑不聋不瘸了，可神智尚未恢复啊。他爹刚病时，北凉王府群龙无首，只有等到3天后的50，这块神庭玉佩破碎，放日封印解除，龙归沧海，横扫一切之时，只希望叶家能撑过这最后的3天呢。镇南王，这北凉王已死，留下一个傻世子，如何统领这30万北凉铁骑，为我大黎镇守北凉边疆呢？陛下所言极是，北凉世子又哑又瘸又聋，还是个傻子，由他领兵，咱大黎颜面何存？陛下，依臣之见，叶家兵权应当收回。那就收回吧。是。若叶家反抗呢？那就杀了吧。能办到吗？臣定不负陛下厚望。臣告退。北凉王，我脸上这道疤该让你偿还了。
哦，哈哈。已经冒失了。王妃，李家小姐、黄家小姐、周家小姐，还有九公主求见。他们难道不知今日是我夫君的丧礼吗？谁也不见！王妃何必如此绝情呢？我们是来吊唁的。吊唁？据我所知，你们这些未婚妻来我们叶家拜访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们要退婚。娘，你说这几个漂亮姐姐都是我老婆啊？都说北凉世子疯癫痴傻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！切，你算不上美女，你只能算一般。关你屁事！我从小就喜欢给女人打分，你这样的，我最多给3分。就你一个傻子，也配给我们女人评判打分？镜子没有的话，尿总是有的吧？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。你2分。你傻子，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我们是来退婚的，我们是不可能嫁给你一个傻子的。哼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北凉王府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。既然如此，这婚我今日是非退不可了。谁稀罕你们的婚约？我告诉你，是你们配不上我弟弟。今天是我弟弟休了你们，有机就别妄想着攀高枝。你不错，当年若不是你们3家苦苦哀求，我陆家还看不上这门婚事。你们这些野鸡还入不了我儿的眼。你们！没错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这个配方。快拦住他，他又要找屎去吃了。哎呀，平安，那不是好吃的。不，就是好吃的，我要吃，我要吃啊！这北凉世子竟然傻到这种地步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你们家的傻儿子竟然满地的找屎吃。我们都已经不是一个物种的人了，当然配不上他呀！一个到处吃屎的傻子，也配妄想娶我们？就是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就是啊！闭嘴！今天是我女婿的丧礼，我不想见血。婚一退，别在这儿犯贱！滚蛋！好耶，好耶！九公主，
怎么，你也要退婚吗？本宫不退。不是吧，九公主，这北凉王已死，叶家也即将倒台，你竟然还要守着这份婚约？叶家世代精忠报国，满门忠立，没有叶家镇守北境，敌人的刀早已刺入我大黎腹地。没有叶家，哪来的国家安定？没有叶家，你们这些世家贵女，哪来的奢靡日子可以享受？嫁入叶家，与有荣焉。你李寒霜不嫁，我嫁；你黄仙儿不嫁，我嫁；你周望月不嫁，我嫁。娘，他10分，他10分。看来也不是人人都有眼不识真龙啊。好啊，好啊啊！还真是本王看了一出好戏呀！啊！还真是让本王看了一出好戏。镇南王，你带军闯北凉王府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明知故问，我们当然是来抄你们家的。来人！别叫了，你以为30万北凉铁骑是你们叶家的死兵吗？陛下早就下令把他们调走了，一时半会儿飞不来的。镇南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20年前，北凉王在我脸上留下这道疤，我做梦都想报这一刀之仇。现在北凉王死了，你说我想干什么？我要干他的老婆，我要干他的女儿。听到了吗？你们现在就是案板上的肉，还不赶快跪下，祈求我爹的原谅！胡闹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就算他们现在跪下，本王就能原谅他们吗？是孩儿唐突了，爹教训的是。哼！你想要求的本王原谅，也不止下跪这一种方式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向你屈服。死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们现在是想死就能死的吗？你以为你们这条命还是你们自己的吗？没有经过本王的同意，你们死得了吗？禅师过了，身体也开始有反应了，而且就这么让你们死了，那你们也太痛快了吧！你想如何？外公，那个人是谁啊？外公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他就是你爹多年的老对头镇南王。啊，就是那个被我爹打得像死狗一样的镇南王，他怎么永远在这儿呢？站住！你说什么呢？哼！镇南王，你到底想如何？哼，我到底想如何？本王今日可以大发慈悲，不跟你们叶家这个傻儿子计较，甚至我还可以给你们叶家一个机会，只要你们呢从本王的胯下钻过去，本王会给你们一个痛快，如何呀？镇南王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北凉王都死了，我不欺负他的老婆，还有他的子女，我欺负谁去啊？父皇，你怎可如此丧心病狂，连镇国英雄的家属都不放过？镇南王，朕以为叶家没人了吗？哟，
你们叶家还有谁啊？还有我。镇南王，叶家世代忠良，精忠报国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哎我今天就是辱了，你又能拿我如何呀？啊！辱我叶家，就得死。阿姐，为什么区区半步宗师你还不够格？他是武道宗师。你们好像还没弄清楚局势是吧？你们就要被抄家了，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仙儿，你说这北凉王叶萧到底死没死？到底死没死？镇南王，你想干什么？外界传闻说，这北凉王啊是病死的。可本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爹，打开棺材一看便是。你们敢！我爹都已经死了，你们竟然还想动他的遗体，无耻！你们这些坏人，不许动我爹爹！镇南王，你别太过分，抄家也就算，连镇国英雄的遗体你也要动吗？哎，这北凉王是镇国英雄，那本王镇守南疆，难道就没有功劳吗？还有，你们都认为本王做的过分，那恰恰更说明本王做的是对的。小公主啊，这是我和叶家的恩怨，你要是不掺和，本王卖你个面子，可以不对你下手，但要是多管闲事，就休怪本王翻脸。九公主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想动我爹的关系，先过我这关。就凭你，二妹，阿姐，休想碰我女婿的遗体！外公，不要，平儿，不要去！一群废物，也敢拦我！不许动我爹爹！滚！平儿，没事，娘，一点都不疼。这傻子吃了武道宗师一掌，竟然没事。这是封印松动了，41只真龙将归。
北凉王真的死了。叶宵啊，你瞧瞧，你瞧瞧啊！啊，你的这些孩子全都是废物，唯一的儿子吧还是个傻子。你说你活着的时候再风光，那有个屁用啊！到头来还不是后继无人呐！你笑什么？镇南王，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咄咄逼人。你和我女婿斗了一辈子，到头来还让我的女婿压制了你一辈子。我知道你今天来是为了显示你镇南王的儿子不比我女婿差，对吗？被我说中了是吗？镇南王，我女婿在世，你敢踏入北凉王府叛徒吗？啊！如今他不在世了，你才敢鼓起勇气来欺负我们这些孤儿寡母啊！这说明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懦夫。老夫平生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。闭嘴！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再多说一句，现在就送你们上路。镇南王 ，no 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不但不如我女婿，就连你引以为傲的儿子，也比不上我孙子平安。找死！找死！是又如何？我是不如北凉王，可本王活到了最后，最后的赢家还是我。不错，北凉王生前再厉害，难不成他现在还能从棺材里面爬出来，给你们撑腰吗？刚才你说什么？说我儿子不如傻子呀？啊！就是。既然你们都拿这个傻子当宝，那我今天偏偏让你们所有人给老子跪下，说他是个废物！谢谢。懂了吗？我爹让你们说，这个傻子是废物。你休想！不说，那他这条贱命就不是他自己的了。我说，我孙子是废物。大点声！平安现在还不能死，我要拖住时间。我孙子是废物！
听见了吗，傻子？就连你的外公都觉得你是个废啊！废物！姐，孩儿知道对叶家的这点惩罚还不足以让您痛快，孩儿另有一计可以让您痛快痛快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哦，说来听听。爷，你看，叶宵的女儿个个宛若天仙，尤其是北凉王的妻子，那更是风韵犹存呐。如果我们当着叶宵遗体的面，那他的在天之灵岂不是会死不瞑目啊？爷，孩儿知道您最喜臣妻，这老的呢，就交给您。至于这小的，就交给孩儿。这还是你懂为父。哎呀，为父打辈子仗，也该享受享受了。住手！你们这一堆畜生，有本事冲我来！冲我来！冲你们！本世子可没有龙阳之癖，你呀、就在一旁和北凉王还有这个傻子一起好好的看着，我们是怎么玩他们的。嘿，看好了。住手！住手啊！阿姐，尽快地换上这身衣裳啊，化作今天最美的花，慢慢一点你的梳妆啊，成为这世上永恒的花。住手！住手！无事，要到了。老东西，找死！坠入无尽的黑暗，风之掩埋，谁能渡过山轩儿，轩儿，快起来！轩儿，看起我叶家，今天你们都留下来吧。原来你之前都是装的，就算你是装的，那又如何？本少爷一样杀你如杀狗！哼！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陈家武道绝学
大天七星步。月小心！他竟然杀武道宗师如山倒！我是一道龙归沧海，你们完了！你敢杀我儿？差点忘了，还有你！拦住他！拦住他！世子殿下，有事好商量，有事好商量。下辈子注意！竟然杀了镇南王！他不会连我命一样！报！大小姐，世子殿下，军营那边出大事了。御副统领传来消息，陛下要把30万北凉军交给陆公公接管呢。什么？什么？陆公公是陛下的心腹，陛下这是要从根本上收回我们对北凉军的控制权。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一旦我们失去兵权，便彻底失势。哼，这北凉王刚死，重新树立威望需要时间。你一个傻世子，怕是接不住这30万大军。没错，鹰泉的水太深。你一个傻子是把握不住的。我看啊，你们北凉军还是乖乖的交给陛下掌管吧。闭嘴！既已退婚，你们与我叶家便再无瓜葛。我们叶家的事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说三道四。张管家，送客。你们会后悔的！哼！平安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他们说的没错，如今爹已离世，我想接手北凉军，成为新任北凉王，的确需要重新树立威望。平安，现在最要紧的是，不能让陛下接管北凉军。放心，交给我，去吧。平安，我们一起去。不用，北凉军本就被调离常驻地，现在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。平安说的对，此事耽误不得。平安，要不要给你备马？马太慢。御剑飞行，平安他到底什么境界？这就是我的蔚蓝夫君。皇帝现兵权，问苦吗？父皇，陆公公与前北凉王接管北凉军，北凉王已死，叶家对于北凉军的掌控将大大减弱，再加上父皇您的圣旨，必定万无一失。这个镇南王真是个废物，
连个区叶家都搞不过。还好父皇，你有两全之策。哼，父皇，据说杀了镇南王的是叶家的那个傻世子，他之前装得疯疯癫癫，这样看来，此人并不简单。就算他再厉害，也是异姓王的一个傻子，掀不起什么波澜。是，玄儿，你可知叶家对朕忠心耿耿，朕为何还要打压叶家？儿臣不知。18年前，朕身边的术士说，北凉王府上方出现了地心漂移的不祥之兆。虽然只是一瞬，也让朕感到十分不安。朕怕呀，朕怕以后替朕坐上这龙椅的不是你，而是那姓叶的。所以叶家的兵权必须收回，叶家祖宗要全部消失，宁可杀错，不能放过。只有这样，朕才能安心，而你才能安稳。父皇英明。吕将军，你认不认得咱家？陆公公是陛下的继父，自然认得。那这圣旨，你又认不认得？认得。哼，既然认，还不赶快接旨，把北凉30万铁骑交给咱家来统领。怎么，吕将军是要抗旨？陆公公，在下并非抗旨，只是叶将军已死，按理说，北凉世子叶平安当是下一任北凉王，北凉兵马当由新任的北凉王接管。叶平安，他就是个傻子，难道你也要跟着犯蠢吗？什么北凉世子，就是一个傻子，让一个傻子来统领北凉军，置我大理颜面何存？战场不是过家家，他日若北蛮来犯，请问一个傻子怎么领军御敌呀？你身为一个副统领，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？一个傻子肩扛不起镇守边疆的重任，你知我知，咱家乃是陛下钦定的统领，你们若是要执意抗旨，那可是杀头的重罪。不知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能否承受得起呢？给你们3息的时间，你们好好想想。陆公公说的对，一个傻子如何领兵打仗？就是，不能怪我们，要怪就怪叶萧大将军的儿子是一个傻子。李虎，接旨吧。这就对了。从今天起，咱家就是你们北凉军的统领，所有人都要听咱家的号令。现在，交出你们的兵器，卸甲吧。咱家叫你们卸甲，你们都聋了吗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我北凉军不可辱！从世界上金刚、天玄、万象、入地神仙4境界，他是金刚将。你们都是北凉王叶萧的旧，咱家信不过你，所以现在给你们个机会，卸甲归田。若是不从，
休怪咱家以武力镇压，以违抗军令斩之。快，再快，再快！吕将军，还犹豫什么？交出你的兵器吧。这就对了，咱家乃是你们北凉军的统，咱家让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，哪怕让你们姑死，给咱家脱靴子、舔脚趾，你们也得受着。来人，走。大人，你不是夜宵的旧部吧？不是。既然不是，那你从今以后就跟着咱家吧。谢大人。去，把他们绑了。是。好了。陆公公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好了放我们谢家归田的吗？咱家又改变主意了，因为只有死人才最令人放心。你们不是对叶家很忠心吗？那咱家就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在你们被调离的时候啊，镇南王已经带人去了北凉王府。以这么多年镇南王与叶宵的恩怨，估计啊，现在除了女眷，叶家满门应该一个都不剩。叶宵大将军忠心报国，满门忠立，他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你不要这样对待他的家人。这是陛下的意思，陛下想让谁消失，谁就得消失。你别在咱家面前梗脖子，有本事你跟陛下说去。听说叶宵的妻个个沉鱼落雁，可惜呀，咱家是个鱼，不能尝尝他妻女的味道。叶大将军不可容，咱家便是辱了。你一个将死之人，又能把咱家怎么样呢？放肆！哼，什么时候一个太监也敢来咱们北凉撒野了？你是何人？北凉军武长徐年。区区一个武长，不过统领5年，也敢在咱家面前放肆？放肆的是你，叶宵大将军，10岁从军杀人，东北锦州杀匈奴，南部灭大小6国，70余城，再到西部毁夷16族，功高震世，功绩盖天。他是个护国为民的大英雄，一个武种太监，不配提起他的名字。呸！你，除非将士，大将军一家忠心救国，满门忠烈，在他死后，非但没被册封，反遭卸磨杀驴，连他的家人都难得善终。这样的皇帝，不是一个明君，不值得我们追随。你找死！这空气，找死！我徐年追随大将军20年，20年间杀匈奴、铲蛮夷，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。哼，老子这辈子已经活够本了。大将军死了，
我也不独活。北凉军铁骨铮铮，哪个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？要我们听你个太监的差遣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？去年誓死追随大将军，日死追随叶家。你放肆！你放肆！一个小小族长，也敢在咱家面前口出狂言！如果再有人口出狂言，休怪咱家痛下杀手！我北凉军世代镇守北境，为国为民，铁骨铮铮，哪个不是带把的好汉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弟兄们，敢反否？我去你妈的！真以为我北凉军全部都是孬种吗？张楚誓死追随叶家，长弓手张不凡誓死追随叶家，重骑兵陈大牛誓死追随叶家，誓死追随叶家，誓死追随叶家，誓死追随叶家。大人，这军队恐怕哗变了。好啊，这是你们自找的，咱家这一掌定会将你们粉身碎骨。去年什么东西？你敢！你敢！你做的不错，接下来就交给本世子吧。世子，真是世子啊！世子不是一个傻子吗？此等情长，怎么和传言的不一样？你就是叶平，镇南王动了恻隐之心了，竟然没把你给杀。他死了，死在我的手上。傻子，大言不惭！今天咱家就当着北凉军的面把你给杀了，也要让他们知道，咱家才有领军之能。杀我！就凭你个小小的金刚镜！金刚镜，刀枪不入，金刚不坏。就算是不动，你也休想伤及咱家分毫。哼，傻子就是傻子，真能说大话。是。一招秒杀金刚镜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这么强？说了，一个小小的金刚镜不足为惧。难道
你是天玄境。要干什么？咱这可是奉了陛下的旨意前来接管北凉军，你要抗命吗？要是杀了咱家，陛下可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啊！不行，不行！从今日起，犯我北凉军营者，立诛不赦！立诛不赦！参见世子殿下！拜见世子殿下！不必逗留，都起来吧。18岁的天玄境，简直就是旷古绝今的练武奇才。好，好啊！大将军的儿子，就该如此。部长，部长！他挨了金刚镜高手3击，如今经脉尽断，五脏俱损，神仙难救。能见到世子殿下的绝世英姿，就是我死了也值得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不会有事。这是素体神丹，价值万金呐！部长，快服下去。啊！世子殿下的大恩，徐年无以为报啊！你们每一员将士，都是我北凉军珍贵的战力，哪怕损失1员，都是对我北凉军莫大的损失。这次铁血下手，简直和当年的大将军一模一样啊！军不可一日无帅，从今日起，北凉30万铁骑就由我来接手吧。这种气魄，这大将军来了也不过如此。我吕虎终于又有了追寻的目标。是，末将吕虎愿为世子赴汤蹈火。张楚愿为世子殿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部长徐年愿为世子赴汤蹈火。愿为世子殿下赴汤蹈火。愿为世子殿下赴汤蹈火。都起来吧，起来。平安他居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，就在军中树起了如此高的威望。你竟然杀了陆公公，他可是陛下的心腹。他如我北凉将士，如我叶家，就不该杀吗？杀伐果断，斩草除根。我竟然从他身上感受到只有父皇才有的帝王之气。这些年，若不是平安被封印，我北凉军怎会轮到外人来欺负？不错，这也是不得已的手段。不过如今，平安这条潜龙也是该出冤的时候了。平安，陆高是该杀，可是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要与皇室不死不休了。自从皇帝派镇南王收回我们叶家的兵权，残害我们全家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与皇室就已经是不共戴天了。平安，历代遭皇帝忌惮的藩王，
都只有一个下场，想要自保，只有一条路。是殿下，既然皇上卸磨杀驴，不如我们就直接反了他，无数才能鸟气。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北凉30万铁骑，随时可以马踏皇城。我叶家3代人镇守北境，抗北蛮，击匈奴，立下赫赫战功，精忠报国，满门忠烈，而且朝中的奸臣当道，尽显谗言，蒙蔽圣听，祸乱朝纲，欲置我叶家这种肱骨之臣于死地，欲让万民安生，我等唯有起兵进京擒王，清君侧，奉天靖难。诸位，敢随我否？清君侧，奉天靖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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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什么？可没有接管北凉军，反而死在了北凉。是。这个叶平安，好大的胆子！杀了镇南王也就罢了，连朕的心腹也敢杀！难道这叶家真的要造反吗？父皇息怒，没想到这个叶平安藏得这么深。既然明的不行，咱们就来暗的。你有何法子？滚出去！父皇，咱们陆家网罗天下高手，建立护龙阁，就是为了保护您的安全。这护龙阁还有一个暗阁，专精暗杀，清君侧。暗阁暗杀从不失手，只要启用暗阁，就算不能灭他叶家满门，也能给予叶家雷霆打击。一旦叶家遭受重创，我们再慢慢收拾，斩草除根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叶家的事情你们都听说了吧？陛下2次针对叶家，都被叶家轻易化解。原本以为叶家已现垂死之相，可现在看来，估计没那么简单。北凉王留下的儿子还真了不得呀！据说镇南王与陆公公都是被叶平安杀死的。能杀死金刚境境界的陆公公，也就是说，这叶平安的实力应该已经达到了天玄境。什么？叶平安才18岁，这18岁的天玄境简直就是旷古未闻呐！这，所以这婚我们退早了。爹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妖孽之人？18岁就达到天玄境？闭嘴！当初我可没让你自作聪明，擅自退婚。我……因为叶平安才18岁便成了天玄境，如此天资之高，旷古无一，日后必然是一尊陆地神仙。陆地神仙，那可是一人可灭一国的存在。这另外，我还听过一则秘闻，当年叶平安出生之日，北凉王府的上空曾出现地形飘摇的不祥之兆啊！难怪陛下处处打压叶家。李大人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乱说话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是啊，今日找你们来就是商量此事。叶平安拥有陆地神仙之子，麾下又拥有30万铁骑，叶家一显是恩盟之相，将来大黎皇朝恐怕要改姓叶了。什么？李大人，您的意思
是要让我们投靠叶家。李大人，我可是听说了，陛下要用暗格对付叶家。清楚暗格的实力，可是从来没有失过手。这个时候投靠叶家，恐怕不妥吧？暗格并非无解，只要我们3家联手，再加上叶家现有的力量，未必不可与之周旋。若我们抓住机遇，必可乘势而起，成为叶家最大的功臣，一飞冲天。要死得慢一点，也是不不罢了。什么？竟然要投靠叶家，我才不要！逆女！你本来就让我李家得罪了叶家一侧，如今大好的前程你再抓不住，再贫嘴，我没你这个女儿！耶！好，当断不断，反遭其乱。我黄家跟了，犹豫就会败北，周家也不了。好，为表诚意，我们明日即刻启程，秘密前往叶家一趟。世子殿下，门外有3人自称是朝廷重臣，是有要事想要见你。让他们进来。是。是你们？既已退婚，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？之前是小女不懂事，擅自退婚，冒犯了叶家，还请诸位海涵。所以你们是来复婚的？哈哈哈，自然不是。我等此番前来，其一取得叶家的原谅，这其二嘛，便是表达我们的诚意。哦，我李家，我黄家，我周家，愿为叶家效力。你们都是朝廷重臣，不为陛下效力，却为我叶家效。这若是让陛下知道，不好啊！世子殿下，此言差矣。你我臣子之间私下交好，陛下又岂会在意呢？你们3家投靠我叶家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全当交个朋友，如何？只要世子殿下答应，今后我们3家任凭世子差遣。可若是本世子不想差遣你们呢？我可看不出你们的诚意。我等冒此风险，千里迢迢亲自前来，难道还展示不出诚意？没错，我们冒的可是杀头的风险，算得上是诚意十足。与我何干？是你自己要来，我可没逼你。世子殿下好像话中有话，恕在下愚钝，可否明言？之前你们的女儿在我爹的丧礼前来退婚，对我一口一个傻子，数了我，数叶家，更数了我爹。现在你们一句轻飘飘的效力，就想将功抵过，重新傍上我叶家，你们觉得这可能吗？是，世子殿下，都是我们的错，还请世子殿下千万别动怒。还不快向世子殿下道歉！对不起，没吃饭吗？对不起，世子殿下，我等3位小女都已认错，世子殿下是否可消气些了？不够！那世子还想如何？谢家！我说，谢家！叶平安，不要太过分了！我们如此对你示好，而且他们已经都道歉了，难道还不够我们的诚意吗？你们道歉，我就一定要原谅你们吗？你来都来了，不能空手而归。好，就按世子殿下说的办。
再谢。再谢。非礼勿视。我操！好了，本世子不想看到你肮脏的身子。这下，世子殿下可看到我们的诚意了。事关重大，本世子需要慎重考虑。你们回去等通知吧。叶平安，衣服都脱了，你就只让我们回去等通知？世子殿下，是否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答复？我不想重复第二遍。世子殿下，我们接到消息，陛下要动用暗格，对你们叶家发动斩首行动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望殿下早做决定。没错，你别怪我们没有告诉你们，暗格那可是皇室的御用杀手组织，他们的杀手能力无出其右，从未失手。任何一个官员只要被他们逮到，都会遭到灭门。而你们叶家只有与我们3家联合起来，才能够有一线生机。这就不劳烦你费心了。张管家，送客。是。诸位，马。世子殿下，还望早作答复。哼！皇帝竟然要用暗格来对付我们，平安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是啊，暗格可是皇室最锋利的肩膀，无所不入，是文武百官最恐惧的存在。他们所过之处，无不血流成河。放心，平安，你有办法。接下来，你们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一切照旧，无需担忧。你们就听平安的。平安既然这么做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叶平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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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有心情在这喝茶？九公主何事如此着急？我收到最新消息，父皇动用的暗格杀手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他们目标一致，要血洗了北凉王府。哦，叶平安，我没在跟你开玩笑，暗格乃是天下第一杀手组织，暗格里可是有许多比陆公公还要厉害的高手。别说是金刚境，就算是天玄境都会倾巢而出。就算你武功再高，那些杀手都藏在暗处，就算你武功再高，你也护不住整个叶家。他们慢慢渗透进来，我们叶家可就无力回天了。是吗？叶平安，我不想我还没有嫁入你们叶家，你们叶家就从这世间消失。和本宫联手，我们一起对抗。还未过门，便对我叶家如此操心，你倒是个合格的未婚妻。但我叶平安不需要一个女人保护你，包括整个叶家，都只能由我来护着，没有你护着本世子的道理。我怎么感觉他比父皇还要霸道？九公主，九公主！不好了，暗格的杀手已经渗透进来了。什么？居然这么快？叶平安，你听到了吗？暗格的杀手已经渗透进来了，下一步便是血洗你们北凉王府。棒，凉拌。你，叶平安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依仗？依仗？这个
够吗？这是罗网令牌，你的身上怎么会有罗网令牌？罗网乃是江湖中最为神秘的组织，他们从不听从于国家，不被财富收买，刺杀谍报经商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。他们只听从于一人，那就是罗网之主。罗网之主乃是当今世间最神秘的存在，他从未露面，光凭名字便能震慑整个江湖。他是黑暗中的主宰，他是暗夜里的君王。据说他早已步入陆地神仙的境界，一人便可镇压一国。难道你还有罗网这一层关系？区区暗格，不足为惧。今天我就让陛下看看，谁才是暗杀界真正的。就算你有罗网相助，可远水救不了近火。暗格的杀手已经冲进来了，现在求助罗网又有何用？算算时间，是时候该收网了。走吧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叶平安，这就是你说的收网？本宫可是一个人影都没看到。罗网天机，罗网天机，拜见世界殿下。什么？起来吧。什么？你竟然是罗网之主？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就别藏了，出来吧。平安，你把潜入府内的暗格杀手全给杀了。天机，是，入侵北凉王府的27名暗格杀手都被我们处理干净，还有暗格上下共计361人，一个不留，全灭。什么？你竟然把暗格给灭了？传言竟然是真的，罗网的实力比暗格还要强大。平安，你竟然有此等身手，连我都不知道。我自有自保之力，但这还不够，自然还要保护好你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孙儿。外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平安这18年来不是一直都被封印吗？怎么还能暗自创建罗网啊？是啊，外公。这件事倒是我没告诉你们，实际上自平安出生那天起，罗网就已经认平安为主了。什么？罗网如此神秘强大的组织，竟然会主动认叶平安为主？乔公主啊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罗网会一直屹立不倒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会择明主，而择主的标准也只有一个，但却是世上最严苛的标准，那就是天下第一。18年前，南还只是个婴儿，但他们知道，一旦平安长大成人，若称皇，那就是千古一帝；若逍遥于江湖，那便是天下第一。难怪这罗网倒是会投资啊！据我所知，如今陛下最宠的就是太子陆玄。没错。你想干什么？既然陛下用暗杀这种下作手段对付我叶家，那本世子自然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难道你要对太子动手？哎呀，美人儿，
太子喝酒。两位美人儿，你们先去房间等本太子，我一会儿就到。啊，是太子殿下。陛下，暗格杀手已经出动，他们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是雷霆打击呀！这次必定能血洗北凉王府，扬陛下龙威。北凉王死前的确让朕忌惮，可他现在留下这几个儿女，朕难道还收拾不了他们吗？陛下所言极是，区区一个叶平安，他掀不起什么风啊！陛下，您的身体……我年纪大了，是时候该传位给玄儿。严墨，朕要写遗诏。陛下，陛下呀，陛下，陛下！太子殿下他怎么了？太子殿下遭到刺杀，被吊在皇宫走廊之中啊！你说什么？我们将太子殿下解救之事已经没气了，太子殿下他定是遭到奸人所害呀，陛下！陛下，陛下，阁主，陛下，暗杀失败，暗格派出的杀手全军覆灭，暗格也被血洗，无因我可，还请陛下赎罪呀！什么？陛下，暗格刚出动就遭到血洗，紧接着太子也遭到了毒害，此事定与那叶平安脱不了关系呀！叶平安，又是叶平安！叶平安他怎么敢？陛下，陛下！主人，得手了，太子已死。什么？你竟然真的杀了太子？怎么，只允许你们皇室对我叶家下手，不允许叶家对你皇室出手？太子可是当今储君，深得父皇器重，你这样会激怒父皇的。那他就激怒我吗？他身上好强的帝王之气。如此王霸之气，平安果然是生而为之的帝王。怎么，怪我杀了你的皇兄？没有，我只是没有想到你藏得这么深，竟然能把手伸进皇宫。这世上就没有龙王做不到的事情。平安，刚才李家传来消息，问我们何时答应与他们结盟。平安，难道我们真的要答应他们？我很喜欢镇南王说的一句话：难道你们跪下来求我，我就一定要原谅你吗？难道你是在耍他们？我已经派人给陛下送出封信，太子刚死，如果陛下知道此事，你说陛下会作何反应？那他们必死无疑呀！你们收到叶家的消息了吗？收到了。啊！叶家人说什么？他可是答应和我们一起联盟的。叶家说，再考虑考虑。
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见过陛陛下。那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敢问陛下，臣等犯了何事？你们犯了什么事？你们自己不清楚吗？还跟朕在这儿装傻充愣？微臣真是不知啊！这是叶家寄给朕的书信，你们睁大眼睛好好瞧瞧。这叶平安居然把咱们预防叶家的事句句属实的禀告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！你们勾结逆贼，意图谋反朕，你们九族就不错了，还让朕饶了你们，把他们拖下去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。陛下，他们应当如何处置？诛他们九族！陛下，他们自然是要诛九族的。可是这件事的根本是在叶家，叶家一日不除，以后这样的事还会不断的发生。对，都是因为叶家，是叶家杀了朕最亲爱的儿子，朕要彻底除掉叶家。可是现在叶家有叶平安坐镇，这不好对付呀。一个小小的叶家，我区30万铁甲而已，暗格对付不了，我们就动用军队，10万人除不掉，那就50万；10万人除不掉，那就100万人。宣太白，臣在。朕命你立刻从全国调遣100万大军，朕要亲自出征，亲自讨伐叶家。可是陛下，这样贸然的发动全面战争，全国会动荡的呀！朕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灭掉叶家。殿下，陛下得知此事后，李家、黄家、周家3家尽皆被诛九族。哼，活该！不知道他们3家全族上断头台的时候，何曾后悔当初啊！好狠的手段，父皇，你真的惹错人了。叶平安，我们何时起兵进军秦王？怎么，九公主你已经等不及了？父皇18年前，不知听身边术士说了什么，开始变得心事重重，疑神疑鬼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不择手段打压你们叶家，甚至不惜听信朝中奸臣谗言，怠于朝政，奏折不批，早朝不上。西南瘟疫频发，他不闻不问；东方连年干旱，他不管不顾。甚至朝廷贪腐，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为了除掉你们叶家，他已经着魔，连百姓的性命都不顾了。我厌恶这样的父母，可我做不了什么。反观你们叶家，世代忠良，满门忠立，只有你们能改变这一切。所以，为了百姓，我愿意支持你们。原来如此，莫要心急，就算是要起兵，也需要时间来筹备。不错，我们还需要制定作战计划。殿下，昨晚刚刚传来最新消息，皇帝要从全国调动100万大军征讨我们。之前是暗格，现是100万大军，挑叶子也好。既然他们已经暗淡你自己，是时候该算总账了。哎呀，平安，此事非同小可呀！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还不足以抗衡100万大军。就算我们手握30万铁骑，也是兵力悬殊，毫无胜算呀。那就避开这100万大军。避开100万大军？怎么避？昔日
有我北凉30万铁骑镇守边疆一日，那敌人蛮夷便不敢来犯。这也是皇帝坐稳江山的底气。可皇帝有没有想过，我北凉30万铁骑一样能化作刺入大黎腹底的尖刀？平安，你是说皇帝调用100万大军需要时间，我们调用北凉30万铁骑可不需要时间。原来如此，平安，我懂你的意思。驻守在大黎各地的军队都是步兵，只有我们北凉军骑兵占多数，再加上北凉乃平原地形，最善于骑兵行军，我们完全可以抢先一步，在皇帝的100万大军到来之前，先一步抵达京城。完全可行。北凉境内骑兵最快，只要我们先一步控制住京城，拉皇帝下马，100万大军再赶来，也是无济于事啊。他不但武力超群，竟然还会领军打仗。世子，请下令，末将吕虎愿追随世子上高山下火海。平安，这一仗，娘不求你能打赢，只求你能好好回来。好。世子，请下令。平安，下令吧。即刻出征！新任北凉王叶平安，新任北凉王叶平安要携30万铁骑进京擒王，奉天定难啊！这个叶家好大的胆子，这是要造反啊！还不是陛下逼叶家逼得太狠，叶家世代忠心，怎么可能会造反啊？看来这次真的被陛下逼急了。不错，众所周知，叶家世代忠良，满门忠烈，却被卸磨杀驴，这换我也反，自己当皇帝。说什么？叶家要造反？陛下，如今北凉王叶平安亲率30万铁骑已经奔赴京城，北凉铁骑个个骁勇善战，骑战、步战皆是举世无双。就凭驻守京城的10万禁军，他是挡不住啊！好，好啊！朕早就料到有今日，叶家威胁到朕的皇权。早知今日，朕一开始就应该派大军踏平他北凉王府。陛下，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啊？从全国各地调集100万大军，赶来支援京城，也需要不少的时间呢。慌什么？他叶平安30万铁骑，想骑到朕的脸上，没那么容易。从北凉到京城，还有幽州最后一道关隘，只要守住幽州，等到朕的100万大军支援，是他叶家的死期。传令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幽州。朕不要伤亡数量，朕只要幽州城门不破。是。没想到这幽州竟然如此牢固，我们猛攻了这么久都没有攻下来。再这样下去，一旦他的100万大军支援过来，笑到最后，可就是那狗皇帝了。幽州自古易守难攻，加上皇上为了防备我们北凉军，连年加固城池，将士们都已经尽力了。果然，历代藩王想要起兵造反，都绝非易事。叶平安，看来此战我们是赢不了了。现在撤军，或许还来得及。撤军？为什么要撤军？平安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一道城门而已。叶平安，你要去干什么？破城！报！幽州城门破了！什么？
看来幽州的城门也没多牢固。平安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大将军当真是天神下凡，竟以蛮力一击摧破了幽州城门。一击摧破城门，这叶平安到底什么境界？竟然这么厉害！皇帝是想借幽州这道关隘拦截我北凉30万铁骑，看来他还是低估了我叶家，也低估了我孙儿啊！既然幽州已破，接下来便马踏京城。报！陛下，不好了，幽州城破了！你说什么？幽州乃我大理最老关隘，又有重兵把守，怎么这么快就破了？陛下，幽州城挡住了30万铁骑，却没能拦下叶平安。他仅用一箭就破开了幽州的城门。这傻狮子，竟藏拙这么深！陛下，如今幽州已破，北凉30万铁骑正直奔京城而来，从各地调集的100万大军赶来支援京城，最少也要3日。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啊？就30万铁骑嘛，一个傻柿子想要进京城，没那么容易。薛太白，陈蔡，你即刻召集包括护龙阁、全京城的武道高手与10万禁军，共同御敌。是。叶平安再厉害，充其量也就是个武夫，朕缺的就是武道强者。朕就不信，全京城的武道强者倾巢而出，还杀不死一个小小的叶平安。陛下英明，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杀了叶平安，北凉的30万铁骑自然会崩败。没错，就算杀不了叶平安，只要拖到100万大军赶来，就是他叶家的死期。叶平安，既然你们要造反，那么就别怪朕心狠手辣。朕就知道，你们叶家这群逆臣贼子，果然要造反，谋取朕的地位。造反？我们走到如今这一步，难道不是被陛下你逼的吗？臣怎么逼你们了？北凉王急死，朕无非是想让你们交出兵权，是你们拒不从命，负隅顽抗。陛下的话有几分可信度？若不是有平安在，我们叶家早已被镇南王被暗格屠灭满门了。陛下既然想要叶家死，为何还要藏着掖着？你，如今太子已死，我是最有机会被父皇看中，立为储君，我得好好表现。父皇乃一国之君，君命神授，他的话就是天命，就是真理。父皇让你们死，你们不死，那就是违抗天命，当诛九族。你觉得你这个皇帝还能当多久？大言不惭！叶平安，你不过是修行几年，给我一招半式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是吗？这京城内高手如云，你以为你们今天能活着离开这里是吗？好，那去看看，今日究竟是我北凉30万铁骑马踏你们皇宫，还是你有本事能自救？父皇，叶家未经父皇允许，擅自起兵，意图谋反，当诛九族，还请父皇下令诛杀逆贼。就杀了吧。是。
叶平安，这位就是10万禁军统领叶皇师，不到30岁就达到了玄天境，举手投足通玄化龙，碎山断江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挡！一个小小的玄天境儿，本世子还用不着挡。好啊！平安小心！什么？竟然光凭气势就击败了柳统领，这不可能！你不是真龙的蠢货，难道你是万象境？低了，是吗？乳臭未干的小子，见过真正的万象镜吗？就敢在此口出狂言！这是万象镜！京城可真是卧虎藏龙，竟然又出现一名万象境高手。万象镜可天人感应，天地共鸣，借法天地，就算放眼天下，也极为少见啊！平安，不可轻敌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知道就好。只要有这些武林高手为我们皇家效命一日，你们叶家就永不可翻身，只能受死。叶平安，我儿的命由你来偿，然后再让你们叶家满族陪葬。哼，你一个快要驾崩的皇帝，还是不要说那么多遗言了。你说什么？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灵头还子敬，给我烧他！口出狂言，你以为？他竟然一招秒杀万象镜，这不可能！废话真多，这些平安竟然藏了证据。看来平安并不需要我们担心。皇帝，投降吧！你这位置是时候换人做了。父皇，只要你打开城门，向叶家投降，我会向叶平安求情，饶你一命。闭嘴！你这个逆女！朕让你退婚，却和叶家这帮逆贼勾结在一起。等朕赢了，朕定会将你与叶家全族抄斩。父皇，不要再冥顽不灵了。叶家可是有30万铁骑，在你的100万援军赶来之前，便可攻破京城，马踏皇宫。你们当真以为朕的身边只有万象境的高手吗？轩辕太白，我来会会你。我来会会你们。不好，这是护龙阁阁主轩辕太白，京城第一强者。据说他早已到达半步陆地神仙境界，抬手可灭万象境。陆地神仙不出，便是世间无敌呀！平安，你要小心啊！轩辕阁老出手，叶平安，就算你是万象境，也抵挡不了。半步陆地神仙很好，你有资格做本世子的对手。口出狂言！别说你是个天玄境，就算你是万象境，在老夫面前如同蝼蚁，触手可灭。抢来！叶平安，这个就是轩辕神枪。当年西南边境黄巾军起义，轩辕阁老就是用了这杆枪，横扫千军，屠杀8万黄巾军。哈哈哈哈！向弱者挥刀，很值得骄傲吗？好，让老夫来看看你的斤两。黑龙诀！
什么？好，平安，好样的！半步陆地神仙而已，若不是平安被我封印，早就突破陆地神仙这一道制度，纵横天下，世间无敌。你竟然也是半步陆地神仙？你觉得呢？不可能！你明明同样境界，为什么你比我厉害这么多？因为我的天资在之上，陆地神仙之间有差距。父皇，他竟是半步陆地神仙，他才18岁啊，就有这等的武道造诣，简直千古未见呀！18岁陆地神仙，不可能！那岂不是说，平安现在是整个大黎的武道第一人？可以这么说。这叶平安竟然比我想象中的还厉害。父皇，这下你真的是得罪错人了。陛下，你现在可以打开城门了吗？父皇，这京城第一高手血刃太白都死在他手上了。这我们的援军还没到，要不先投降吧？投降一下。父皇，陛下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啊！父皇，父皇，乱臣贼子！你们这群乱臣贼子！陛下，当初你让镇南王灭我叶家满门的时候，可会想到有今日啊？你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，恐怕还是低估了叶家的实力啊！援军来了！援军来了！父皇，我们有救了！援军过来了！不好，皇帝的100万援军竟然这么快就赶到了！平安，我们要来不及破城了！叶平安，100万大军已到，就算你是半步陆地神仙，都子100万大军也能活活把你怼死！这一仗还是真赢了。琪儿，告诉他们，造反是什么下场？造反者处以斩刑，16岁以上者连坐，处以绞刑；15岁以下者母女妻妾没收财产并充当军纪。叶平安，听到没有？别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等你援军来到之前，我就能要你的命！保护父皇！叶平安，就算老夫舍掉这条命，也不会让你踏入京城半步，更不会让你碰陛下一根毫毛。叶平安，你如何杀朕？动得了朕吗？等朕的100万大军到来，就是你叶家的死期。届时，叶府所有男丁都要斩首示众，首级挂于城墙之上7日。至于女眷，你的母亲和2个姐姐都要充当军纪，一场谋逆之罪，朕说的。是吗？北凉世子，陛下赴死！父皇，父皇，你没事吧？只差1天就被他逼成2半了。如此实力，此子恐怕就要突破到陆地神仙境了。难怪我们不是对手，此子恐不如死。陛下，世子神武啊！他的实力
竟然如此逆天。陛下，如今城门一破，我们如何是好啊？快带朕离开！好，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三军听令，随我宝踏皇城！杀！世子，世子，我们说错了，我要臣服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世子！臣服？这辈子没有给你臣服的机会了。世子殿下，城门已破，皇上的100万援军已失军心，已无威胁。至于城内的10万禁军，已全部投降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封锁全城。皇帝给我找出来！是。陛下，如今城门一破，王宫大乱，我们大势已去啊！不，朕还没有说，朕还能翻盘。陛下，除非能请到真正的陆地神仙，否则如今京城无人是叶平安的对手啊！那就快去请真正的陆地神仙。可是陛下，真正的陆地神仙不是隐居世外，行经常人，世间之事从不过问。我们要去哪里寻找这等存在？有这个，这可是世界第一修仙门派羽化仙宗的宗门令，传说是真的。开国太祖曾与羽化仙宗掌门有过一段香火情，羽化仙宗宗门赐予开国太祖一块宗门令，可凭此令牌，在大理危难之际救助羽化仙宗。也就是说，有这块令牌，咱们可以找到一位真正的陆地神仙。陆地神仙，一人可敌一国，哪怕只能请到一位真正的陆地神仙，别说30万铁骑，就算100万，一样是废会啊！陛下，哼，叶平安以为他赢了，实际上，真正的赢家还是朕。大理第9代皇帝陆渊，求仙人下山救我大理！殿下，皇上就在上面。叶平安，他来的正好，朕刚好将你们一网打尽。皇帝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如今城门大开，这一战是我们赢了，你觉得你还有反抗的必要吗？父皇，束手就擒吧，不要再负隅顽抗了。负隅顽抗的是你们！有什么话在牢里慢慢说吧。看在9公主的面子上，我不杀你，我会把你终身囚禁起来，让你体面的死去。给我杀！这是2名陆地神仙境，足足2名陆地神仙，父皇居然还有如此后生！什么？竟然是传说中的陆地神仙！
陛下，快看，羽化仙宗的仙人真的来了，而且如此给太祖面子，一次就来了足足2位陆地神仙呢。叶平安，你没想到朕还有这一手吧？现在攻守一行了，该跪地求饶的是你们。你们这些山上仙人，不是从来都不管世俗之事吗？来这里干什么？自然是奉掌门之令前来助大离皇室，诛杀你们这些逆贼。你就是逆贼之首叶平安，在我们面前，你们没有胜算。识相点，便就地自刎，免得脏了我们的手。自刎？就凭你们？就凭我们？你不觉得你说的这话特别招笑吗？陆地神仙之下皆蝼蚁，而你不过是半步陆地神仙，在我们面前不过是个蝼蚁，弹指可灭，区区蝼蚁也敢妄言！我还是低估了大离皇室的底蕴，竟能启动一位陆地神仙。叶平安只是半步陆地神仙，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。叶平安，还是束手就擒吧，到底还是你们输了，就凭你们是斗不过陆地神仙的。不错，说到底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异姓王子，怎么可能是我们陛下的对手呢？认命？优势在我，为什么要认命？平安，以你如今的修为，还斗不过他们，除非我也是真正的陆地神仙。难道这是陆地神仙的气息？他竟然临阵突破，达到了真正的陆地神仙，不可能！什么临阵突破？我孙儿平安的天资本就震古烁今，独断万古。若不是我将他封印18年，他早就能踏足武洞之巅。如今封印解除，突破陆地神仙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，理所应当啊！原来是他！18年前让人感到不安因素的是他，是你把他封印，让他装疯卖傻骗了朕。不这样，又怎能骗过陛下？又怎能令我孙儿平安长大？又怎能保我叶家无恙？若将此事捅出，引起陛下的忌惮，陛下恐怕要不惜一切代价踏平我北凉王府呢。就算他身怀帝王之气又如何？就算他达到陆地神仙境，那他也只有一个人，朕的身边有2个。今日你们一样得死。不错，铜镜2对1，优势在我们，你拿什么来赢？就凭我这双眼睛，统统人天！天生重瞳，帝王之相，你竟然是重瞳者！什么重瞳？这可是古今最强体质，脚踏无敌路，铜镜争尊，每一位重瞳者都是可以统领万国的千古一帝呀！竟然是重瞳，难怪他的存在让朕感到不安。若不是陛下你非要把叶家赶尽杀绝，我们又如何要造反？我们本想做一个好臣子啊，是陛下你逼得我们不得不反呐！父皇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老臣解释，真的是朕错了吗？不，朕没有错，错的是叶家，是叶家对朕不忠诚。2个陆地神仙出不了叶家，那就来5个陆地神仙；1个陆地神仙杀不了叶家，那就来10个陆地神仙。还请羽化仙宗长老向羽化仙宗求援，朕不信动用所有仙宗的力量，还杀不死一个小小的叶平安。叶平安，你竟敢杀我羽化仙宗的人，就不怕得罪我羽化仙宗吗？既然你们羽化仙宗做好与我为敌的准备，
那你们就要承受与我为敌的代价。好啊！既然这样，就别怪老夫无情了。你就别在那里偷偷摸摸的拖延时间了。想求援不拦你，但是我只给你们一次摇人的机会。他是怎么察觉到的？好啊！他既然这么拖沓，还请羽化仙人向羽化仙宗求援，替朕诛杀此贼。哼，叶平安，你未免也太拖沓了。你恐怕不知道羽化仙宗是怎样的庞然大物。等羽化仙宗的元首到来，就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是啊，平安，不能让他们请出元首。羽化仙宗可不是世俗皇朝能够抵抗得了的，他们的势力非同小可。若是惊动羽化仙宗真正的强者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那又怎样？我无敌，你们你他到底是哪来的底气？就算是陆地神仙，面对羽化仙宗也得退避三舍。叶平安，既然你找死，那就别怪老夫了。好大的胆子，连我羽化仙宗的人也敢动！叶平安，我已经向宗主求援，等宗主赶到，就是你的死期！什么？羽化仙宗宗主？那可是修为达到陆地神仙巅峰的无上强者，一念之间便可排山倒海啊！不好，你不是那羽化仙宗宗主的对手，趁他赶来之前，我们快走吧。是啊，平安，你大姐说的对呀，羽化仙宗宗主的实力可怕至极呀！若是等他赶来，我们恐怕要功亏一篑呀！不如暂时退兵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叶平安，你听到了吗？羽化仙宗宗主一巴掌就能把你拍碎，你现在逃还来得及。叶平安，那可是你自己托大在先，让老夫求援的，那么可就怪不得老夫。石溪，什么？本世子给你们求援的机会，可是本世子耐心有限，等不了多久。如果10息之内你的元首还没有到，那你就准备好上路。1、2、此子实力恐怖。3，连另一名长老都被他们斩杀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哪怕是宗主，想要在10息之内赶来，也几乎不可能啊。4、5、6、7、8、10。你不讲武德！你敢！宗主，拜见宗主。他就是羽化仙宗宗主，好可怕的气场！老天庇佑我陆家叶平安，朕这边羽化仙宗最强元首已到，今日你们必死无疑！是吗？就凭他，区区一个陆地神仙巅峰而已。哼！叶平安，你是不是失禁疯啊？你可知陆地神仙巅峰是何概念？我承认，你比一般的陆地神仙要强，但就算你是纯通者，宗主可是陆地神仙巅峰，他碾死你如同碾死蚂蚁一样简单。宗主，就是此子蔑视我仙宗威名，还将我宗长老残忍杀害，还请宗主出手诛杀此流。
敢杀我宗长老，今日就以死谢罪吧！哈哈哈哈哈！宗主出手，从无活口。叶平安，你死在宗主手中也是你的荣幸。叶平安，小心！羽化仙宗宗主，很好，你值得我用剩下的5成功力。哼！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羽化仙宗宗主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怎么会这样？姐姐，平安也太强了吧！这……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明明我是陆地神仙的巅峰，而你却是刚踏入陆地神仙。我的实力应该比你强才对啊！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什么？玉帝不贵，真命已失，轮回碑上有汝名，一步一叩首，往生路上最消伴，护你真灵。怎么会？都要老祖出手才能治得了他吗？什么宗主？不过如此。看来传说是真的。外公，什么传说？守通者世间真谛，脚踏无敌路，是生而为之的帝王，红净城尊人，人世间真无敌呀！哈哈哈！别说羽化仙宗的宗主，就算是羽化仙宗的老祖宗来了，哼，在平安面前，一样也要忌惮3分的。那岂不是说，从今以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？不错。叶平安竟然厉害到这种地步，还好当初我没有退后。刚才是我不长眼，冒犯了重统者，还请重统者恕罪。你们这些山上人也会和凡人一样贪生怕死吗？饶我一命！饶我一命！大兵大亮，饶我一命！饶我一命！你以为道歉我就会原谅你吗？陛下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兄弟们，快去给这杀了这个逆贼！快去给这杀了这个逆贼！快去给这杀了这个逆贼啊！芙蓉阁高老轩辕太白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！你你倒是挺识趣，可惜现在都了。只说了，这完了。请世子称帝，请世子称帝，请世子称帝，请世子称帝。看来这大理的江山要改姓叶了。
见陛下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袁纯刚何在？臣在。袁纯刚随朕出征，有从龙之功，封镇国大将军，掌3军兵权。谢陛下。叶琉璃何在？臣在。叶琉璃随朕出征，亦有从龙之功，封长咽侯。谢陛下。这，陛下居然给女子封侯！人家现在可是皇帝，想给谁封给谁封。有本事你也出生在叶家。叶凌雪何在？臣在。叶凌雪随朕出征，亦有从龙之功，封雪花侯。谢陛下，我也是封侯了，那以后岂不是很威风？吕虎，臣在。你也有功，从今以后你就是北凉军统领，统领北凉30万铁骑，镇守北境。谢陛下。报！陛下，羽化仙宗老祖求见。羽化仙宗老祖，他来干什么？听说羽化仙宗掌门曾与大黎皇朝的开国太祖有过一段交情，之前的皇帝就是因此能从羽化仙宗之中请来足足2尊陆地神仙来对付我。现在又是羽化仙宗老祖找上门来了吗？姐姐，这羽化仙宗的宗主和2名长老都被平安所杀，羽化仙宗的老祖不会是向我们来寻仇的吧？羽化仙门之中可不止这1尊陆地神仙呀，再加上羽化仙宗老祖，他可是将要突破陆地神仙巅峰，这道桎梏将要飞升仙界的存在。如果羽化仙宗倾整个仙门之力来对付我们，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陛下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要不要让他们进来？区区羽化仙宗还不足为惧，那让他们进来。是。他竟然看起来这么云淡风轻，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竟然连羽化仙宗老祖都不放在眼里。这就是羽化仙宗老祖，看着就如同降临尘世的狄仙女，超凡脱俗，不食人间烟火，说是上界真仙也不为过。羽化仙宗龙阳老祖见过陛下。这龙阳老祖竟然如此给叶平安面子。倒是挺有礼数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龙阳老祖有事就直说吧。那老夫便直说了，此番前来是为了给陛下赠礼而来。哦。此乃绝真仙器人皇剑，此乃本座耗100年光阴，举整个仙宗之力炼制而成。此剑镇一国气运，还可驱逐天灾，保大黎皇朝风调雨顺，国泰平安。哇，这么神奇！如此至宝，说送就送。这羽化仙宗，你也太客气了。
朕可不信，这么珍贵的宝物，你就这样白白送给朕？自然不白送。自古英雄配美人，那么宝物也该是能者居之。让你们大黎皇朝中有人能拔出此剑，那么此剑便归你们大黎皇朝。而且从今以后，老夫便是陛下的朋友。羽化仙宗这意思是想要示好于陛下？不，恐怕没这么简单。羽化仙宗怎会如此好心？可若是拔不出呢？若是拔不出，那便说明你们大黎皇朝与此无缘。我等就此离去，而且陛下需要给本座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之前陛下杀了我羽化仙宗宗主，还有2名长老。我作为羽化仙宗老祖，若不了却这桩因果，日后在仙门之中但难以服众，我宗的威名彻底扫地，颜面尽失啊！哼，这个人无理，一面想交好，一面又想借机发难，以此试探，面子和里子都想要。明明是你们羽化仙宗不长眼在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是朕的错吗？陛下误会了，是本座要给同门一个交代。毕竟，那可是我宗宗主与2位长老，失去2名陆地神仙，1名陆地神仙巅峰，哪怕对于我羽化仙宗而言，那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好，答应，但朕需要再多加一个条件。需要再多加一个条件。陛下，请讲。如果大黎皇朝有人能拔出人皇剑，朕不要你这个朋友，朕要你们羽化仙宗臣服于朕，并且需要向朕每年进贡。什么？陛下竟然要羽化仙宗这等庞然大物臣服于大黎皇朝？这怎么不愿意？看来你们羽化仙宗也就这点诚意了。既然没有诚意，就没什么好说的。来人，送客。好，就如陛下所说。师祖，若真要如此，若他们拔出，放心，本座自有把握。你们谁先来试试？陛下，我来试试。嗯。让我试试。这根本拔不动啊！哎呀，我来试试。这才不对劲儿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禁制锁住了这把剑。我也来试试。来，拿着，让我来试一下。用了，人皇剑上可是下了9981道禁制，如果不将禁制解除，便是我都拔不出来。陛下，在大黎皇朝无人能拔出人皇剑，那按照刚才所说，陛下可要给老夫交代。龙阳老祖，
你说此话，为时尚早了吧？陛下，刚才我们可是说了，只要你们大黎皇朝中没有人能拔出此剑，那么对于我仙门长老之死，陛下可是要给羽化仙宗一个交代。陛下，难道要食言不成？难道朕不算大黎皇朝的人吗？陛下也想一试。对了，现在可是还有叶平安没有试，如果连他都拔不出，那放眼整个大黎皇朝，再也没人能做到了吧？既然如此，陛下大可一试。没用的，人皇剑上981道禁制，可是老夫亲手设下的。除非你的实力远远超过老夫，不然不可能拔出此剑。今日只能给老夫一个交代。怎么真的可以拔出来？龙阳老祖，我拿这个验证。老祖，怎么可能？想是啊，竟然拔出来了！这上面可是设有禁制，就连身为陆地神仙巅峰的我都拔不出来。难道你的实力已经超过了陆地神仙巅峰？这便是重统者，修为每时每刻都在暴涨，看来是我太过于低估了他。刚才说的话还作数。从今以后，我要你们羽化仙宗臣服于我大黎皇朝，并且需每年向我大黎皇朝进贡。好，自然。咱一生行事，从无虚言。好。你这个朕教能与陛下成为朋友，是老夫的荣幸。此人真是可怕至极，以后绝不能得罪。上一代皇帝陆渊到底是发了什么疯，竟敢跟此人？平安也太厉害了，以后就连羽化仙宗这等庞然大物都要划入我大黎皇朝的统治。我女儿女婿生了一个好儿子啊！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。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就不久留了。慢着，龙阳老祖，朕说让你走了吗？龙阳老祖，朕说让你走了吗？既然你们羽化仙宗投诚于朕，那么自然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去做，否则又怎么能够显出你们的忠心呢？陛下有何事，尽管吩咐便是。从古至今，匈奴、蛮夷、越、敌人、倭寇这些外敌，刺犯我大黎，烧杀劫掠，无恶不作，罄竹难书。朕既然坐到这个位置上，自然就不想看到这些事情再次发生。朕不想我大黎百姓再次遭外敌欺凌。所以，陛下，你的意思是想借我羽化仙宗之力除掉这些外敌？陛下，此事老夫恕难从命。哦，我羽化仙宗之人一心向道，清心寡欲，向来不会干涉此等世俗之事。若是真那样做了，那便是坏了规矩。陛下，羽化仙宗可以每年向大黎皇朝进贡，但唯独不能介入此等世俗之事。
还望陛下谅解。龙阳老祖，你貌似理解错了。朕不仅要你们羽化仙宗每年进贡，而且朕所说的臣服，是要你们对朕的绝对服从。也就是说，朕要你们干什么，就要干什么。从今往后，没有所谓的规矩，朕的规矩就是你们羽化仙宗的规矩。龙阳老祖，话说完，可有异议？能够拔出人皇剑，他的实力远远在我之上。我现在已经没有跟他叫板的资本。不敢，陛下所言极是。从今往后，羽化仙宗但凭陛下差遣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消灭外敌的任务交给你。可是，这些外敌一个个实力强大，他们不仅有强大的军队，更不乏陆地神仙境的强者。哪怕是动用整个羽化仙宗的力量，想要将他们彻底消灭，也是任重道远，近乎不可能啊！是啊，陛下。不过陛下有如此大的胸怀，大理的百姓都会感到高兴。可是，要完全消灭外敌，历朝历代从古今来，没有任何一个皇帝能够做到。正是因为没有人做到，朕就更要去做。那些外敌就如同野草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伤不尽。如果想要将其彻底根除，唯有将他们的领土并入大黎的统治。如果不将他们打服，哪怕朕在位的时候天下太平，若等到20年后呢？50年后呢？只要他们一日不死，将来便会再来进犯。况且一来，第一个走的也是大理百姓。那些历代君王做不到的事，朕来做；那些昏君暴君不敢做的事，朕敢做。朕就做到千古一帝。好，此事算我一个。还有我，算我一个。算我一个。大丈夫生于乱世，当代3尺剑，立不世之功。陛下，也带上我。好。龙阳老祖，朕不会只让你们羽化仙宗出力，这些人，包括朕在内，各大黎皇朝都会助你羽化仙宗，共灭外敌，上万安内。外敌一天灭不掉，就10年；10年灭不掉，就花50年；50年还灭不掉，就100年。好，既然陛下话已说到这等地步，那老祖我自当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陛下圣明，陛下威武。皇帝，你放心的去，会让你看到更没有外敌，万仙来朝，万国朝贡，百姓安康乐业，千古盛景。